周末假期北上放鬆經麻煩，今日一條片教你由出發到返程，全程唔使諗嘅懶人玩法，跟住步驟做就得。第一步，提前預約免費專車接送。福田口岸過完關，專車直接喺門口等實，車程大約10分鐘就直達加州永泰，完全唔使自己揾路，自己 call 車過嚟，仲有20蚊車費報銷添。第二步，拎完手牌，男女賓分區換衫，換好就先浸恒溫湯池，蒸下桑拿，再試埋招牌揚州擦背，將全身肌肉慢慢鬆開，成個星期積落嘅疲勞同濕氣一次過排走晒。第三步，重頭戲梗係按摩啦，可以揀中式推拿或者泰式按摩，同師傅講邊度唔舒服就得，師傅全部都有多年經驗，手法夠專業，力度夠準，直擊痛點，咁完成個人輕晒。想試其他項目都得，足底按摩、古法彩耳、精油推背、面部 SPA、頭療應有盡有，連髮型屋都有齊，項目多到可以喺度玩足全日都唔悶啊！第四步，按完肚餓就去補充體力，大堂自助區生果、雪糕、飲品任拎，正餐可以點正宗粵菜，絕唔用預製菜。全部現點現做，味道仲唔輸出面酒樓添。食飽飲足，仲有大把娛樂消遣，同 friend 打下麻雀、打下電競、唱下 K， 一班老友一齊玩真係超過癮。第五步，還攰咗直接留宿，天光先返程都得，完全唔使趕關口，免費喺大堂休息區瞓返覺，醒咗先坐專車返口岸，呢先叫真正嘅北上 hair 住嘆。總之由交通到按摩、飲食、留宿、玩樂，24小時一站式全部搞掂，唔使周圍轉場，唔使煩。週末想放鬆下或者約朋友聚會，呢度都超啱，想預約嘅朋友記得 PM 我哋啦。